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你手入面揸住10萬大軍，個個都聽你支笛，而你個老細亦即係皇帝，成日匿喺深宮入面寫客字、落客字，你憑咩仲要乖乖地聽佢話？好多人覺得手頭上有槍就係山頭王，將軍掌握住千軍萬馬，按道理應該係全國最有權勢嘅人。但係點解喺漫長嘅歷史入面，強如韓信，忠如岳飛，面對皇帝嘅一張紙、半塊符，卻始終好似被一條無形嘅狗繩牽住啖。皇帝叫佢哋往東，佢哋唔敢往西；皇帝要佢哋班師，佢哋唯有含淚服從。呢背後到底係道德嘅堅守，定係制度嘅算計？粵講天下，深讀歷史。大家好，我係粵講。其實呢個問題望落簡單，實際上涉及咗古代政治制度設計嘅核心邏輯，就係皇帝點樣控制軍權，點樣令嗰啲手握重兵嘅將領打醒12分精神，聽聽話話。呢背後嘅門道真係太多啦。我哋今日就由頭到尾好好拆解下。一、拆解軍權，兵符與將兵分離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，你以為將軍手入面嘅兵權真係佢一個人之架咩？你以為嗰啲士兵真係將軍招募返嚟嘅士兵，真係對將軍忠心耿耿，忠到願意跟埋佢做反？大錯特錯。古代大多數時期嘅兵權本質上都係皇帝借俾將軍暫時使用嘅，而唔係將軍自己擁有嘅。我哋攞韓信嚟做個例子，韓信夠勁啦啩，兵仙戰神，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，幫劉邦打落咗大半個天下。呢個韓信手入面嘅兵權係點樣嚟嘅？真係佢一個人跑去關中招募關中重步兵同埋郎中騎兵，又跑去陝北招募樓煩騎兵，再跑去魏國招募魏國騎兵，跑去楚國招募楚國步兵，然後將呢啲軍隊打造到變做自己嘅私人武裝咩？根本唔係咁回事。實際情況係魏國騎兵係魏國騎將傅歡帶嚟投奔劉邦嘅，楚國步兵係定陶項梁劃撥俾劉邦嘅，關中重步兵同埋郎中騎兵由組建開始就一直由曹參、灌嬰率領，佢哋只係喺隸屬韓信嗰陣先同韓信作戰。換句話講，呢啲軍隊由一開始就係劉邦嘅嫡系部隊，係劉邦將韓信空降落嚟，將半邊兵符俾韓信，韓信攞住呢半邊兵符，先至可以去各個營地節制諸將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兵符制度。皇帝掌握調兵權，將軍只有指揮權，冇調動權。你想調動一兵一卒，必須要有皇帝嘅兵符同埋聖旨，否則你就是謀反。當年巫蠱之禍爆發嗰陣，太子劉據試圖以使節調動任安嘅北軍，任安卻緊閉營門拒絕咗。理由好簡單，太子冇調兵權，冇皇帝嘅兵符，你就算係太子都調唔喐軍隊。所以韓信喺齊國會師之後睇戲大半年，然後就被劉邦收武奪兵咗。自立齊王繼續睇戲大半年，然後就被劉邦定陶奪軍咗。兩次奪兵，韓信一點辦法都冇，因為軍隊本質上唔係佢嘅，係劉邦嘅。到呢度我哋就要詳細講講呢個虎符制度啦。呢個係古代皇帝控制軍隊最核心嘅手段之一。虎符就係兵符，通常做成老虎嘅形狀，一分為二，皇帝手入面留一半，交俾將軍一半。將軍領兵出征嗰陣，皇帝只係俾你一半虎符，叫你領兵消滅對手，你就得乖乖地去。有命令調動嗰陣，會派專門嘅人帶住另外一半虎符嚟，兩半虎符對得埋，先至可以調動軍隊。你手入面嗰一半虎符，平時就以調動寸艦，乜都做唔到。而且更關鍵嘅係，古代軍隊實行嘅係兵將分離制度。咩叫兵將分離？就係士兵嘅日常訓練、管理負責人同埋作戰指揮嘅將領分屬兩個系統。譬如話，李將軍奉命率部北上抗擊入侵，朝廷會同時指定關中張校尉、關東趙將軍、河東劉都尉等本部人馬奔赴前線，接受李將軍指揮。張、趙、劉三位將軍嘅兵馬係點樣嚟嘅？係由相關部門按照兵部嘅命令喺民間徵召嘅，並且由戶部、地方官府負責各部嘅糧草、武器裝備供應、出糧以及家屬安置。各部人馬按照朝廷嘅命令抵達目的地之後，按照李將軍命令實施軍事行動。每日任務完成之後，佢哋又各率本部人馬返去原地。呢個流程話俾我哋知，士兵嘅招募權由文官系統協助完成，訓練管理權
歸駐地將領，調兵權歸朝廷，作戰指揮權歸將軍。所以呢個係一個龐大而又複雜嘅指揮系統，可以互相支撐，亦可以互相撤走，絕唔係前線指揮官一個人話咗算。如果後勤系統斷奶，李將軍就算有三頭六臂，都差遣唔到臥兵。再譬如張校尉楊鳳欽為，李將軍恐怕都好頭痕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兵唔識將，將唔識兵，兩者只係喺戰時先湊埋一齊，戰後又各回各家，平時冇交集，噉樣將軍就無法同士兵建立深厚嘅私人關係，亦都好難形成私人武裝。而監控枷鎖、監軍制度與質子，除咗兵符同埋兵將分離制度，皇帝仲有第三招，就係監軍制度。監軍就係代表朝廷常駐軍中負責監督將軍嘅影子皇帝。監軍出現得好早，至少喺西周早年就已經存在，稱呼喺各個朝代都唔係好同。監軍負責啲咩？簡單嚟講，就係監督將軍有冇嚴格按照事前嘅軍事部署嚟執行，並且保持同朝廷嘅密切聯繫，同時喺緊急關頭可以代表朝廷終止將軍嘅指揮權，甚至殺咗將軍。好似渭淮坑殺鄧艾就係典型嘅例子。當年耿追喺攻打張部嗰陣，周圍散布消息，話5日後攻打西安，點知行動嗰陣突然轉，瞄準咗臨淄城。護軍亦即係監軍陳進即刻提出反對意見，你犯規啦！耿彩同佢詳細解釋咗原因，話俾佢知之前只係煙幕，陳進先至接受耿彩嘅解釋，同意改變計劃。如果陳進唔同意會點？理論上耿仲只能夠屈服，但呢個就要睇邊個更有氣勢啦。真係唔得嘅話，就只能夠等皇帝裁決。隨住歷史演進，監軍嘅權力越嚟越大，前線將領往往要屈從於監軍。譬如當年潘美聽從監軍黃台，導致楊繼業慘死陳家谷。唐朝時期嘅監軍權力幾乎超過咗將軍。譬如商州之戰嗰陣，九大節度使只能夠聽從監軍余朝恩嘅擺布，有揸住尚方寶劍嘅監軍喺側邊，將軍們絕唔敢造次。另外，皇帝仲會喺軍中重要位置暗中安插心腹，將軍有異常嘅動作都會及時密報，甚至主張配一個同佢唔多啱牙嘅副將互相牽制，一支成建制嘅部隊附近安插一支同佢唔啱牙嘅同等規模部隊，戍守互相扯住，令到將軍就算想造反，都要先搞掂身邊嘅監軍同埋副將，難度極大。第四招就係人質制度，呢個亦係歷朝歷代嘅潛規則，唔需要明文規定，但大家都心照不宣。歷朝歷代手握重兵嘅將軍們，佢哋嘅屋企人一定要生活喺京城，名義上係皇帝對佢哋嘅額外照顧，其實亦係一種牽制。我哋仲係以耿租做例子，耿租嘅老豆耿放坐鎮上谷郡，耿租就要留喺劉秀身邊。後來耿租獨立率軍出戰，劉秀就叫耿放送2個仔去京城宿衛。宿衛當然係美差，名義上係照顧耿放，其實亦係掣肘。後周開國皇帝郭威點解將皇位傳俾柴榮？冇辦法，因為佢嗰幾個做人質嘅仔都被後漢皇帝劉承佑殺晒。如果將軍們唔開竅，唔肯俾家屬入京享福點算？但仲有咩好講？思想唔進步，注定冇好下場。每次出征前，仲要將你老婆仔女留低當成質子，留喺都城入面。你手下嘅軍官都一樣，都要留低妻兒做人質。你哋咁有異動，先殺你老婆仔女，屠你全家。皇帝將你拿捏得死死嘅，你敢反叛，代價實在太大。你想反叛，軍隊唔一定都聽你話。畢竟邊個都唔想為咗上司嘅野心賠上自己全家嘅性命。3. 明墨扼殺，糧草補給與耕樹。第5招亦係最關鍵嘅一招，就係糧草控制。任你統兵10萬，3日出唔到糧，軍隊即刻着散。只要控制咗你嘅糧餉武器補給，就唔驚你翻天。俗語話三軍未動，糧草先行。冇糧草，你再勁嘅武將都難有作為。岳飛唔造反，一方面因為岳飛中意，另一方面宋高宗趙構有個特點，就係國家再困難都唔俾武將自籌糧草，錢糧都係由國家統一調撥。岳飛嘅軍隊雖然勁，但係南宋嘅精銳部隊都喺禁軍手入面，只要禁軍唔反叛，
趙構嘅皇位就穩如泰山。而且岳飛喺軍中亦非鐵板一塊，如果要打金國，大家目標一致；如果要造反，好多人都會打退堂鼓。更何況岳飛如果真係造反，朝廷即刻可以斷佢糧餉。岳家軍號稱凍死唔拆屋，餓死唔擄掠，前提係敵人係金國。如果朝廷斷咗糧草，岳家軍再精銳都頂唔到幾耐。士兵們食飯係為咗保命，唔係為咗陪將軍送死。你3日唔發饷，士兵們即刻就會散去，甚至將你綁咗去領賞。而且古代圍城最驚嘅就係對方城入面有糧有水，越係龐大嘅軍隊，需要嘅糧草越多，需要籌集嘅範圍就越廣，需要專門嘅龐大運輸體系。呢啲都係軍隊範疇之外嘅，冇咗呢啲，軍隊就唔能夠持久。朝鮮戰場上，志願軍最大嘅問題就係後勤。美國人睇準呢一點，優先攻擊後勤。今日炸你鐵路橋，後日炸你運輸隊。古代亦都係一樣，皇帝控制咗後勤，就控制咗軍隊嘅命脈。第6招就係中央掌握絕對軍事力量，皇帝派你領兵，自然係信任你嘅。一般唔會將全部嘅軍隊都交晒俾你，總會留返後備力量嚟守住都城。呢個就係禁軍制度。歷史上真係做到人最多、最打得嘅係安祿山，直接就反咗。安祿山直接攞到3個節度使，亦即係3個集團軍。唐朝當時一共先得10個集團軍，安祿山佔咗全國40%嘅兵力，而且身邊冇被滲沙子，從比例上睇幾乎係歷史最強。所以安祿山敢造反，但係其他將軍就冇呢個條件啊。譬如南宋有中興4將，岳飛只係其中之一。大家實力有強弱，但都係一個層次上面嘅。唔理邊個想反，都要考慮打唔打得過其餘3個聯手。喺大家都嗌住忠君愛國口號嘅情況下，皇帝利用信息差形成咗恐怖平衡。4個人能唔能夠聯手？唔得。唔講其他，只係講如果成事咗，邊個繼續做皇帝？做咗皇帝嗰個驚唔驚其餘3家再聯手一次？做皇帝嘅驚唔驚其餘3家聯手而直接清算？差異鏈擺咗喺呢度，邊個都唔信邊個。所以皇帝永遠掌握住最精銳嘅禁軍。你想造反，憑住手入面嘅軍隊，自然亦興唔起波瀾。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，第一件事就係強化禁軍，削弱地方軍力，就係呢個道理。第7招就係更戍制度，將唔識兵，兵唔識將，2年一換，3年一大調。軍隊嘅駐屯地區亦時常彼此而換，名義上係要令士兵們集勤苦、軍勞日，實際上係要防範任何部隊同地方上結成利益關係，避免形成割據勢力。淡養一嚟，士兵同將領之間無法建立深厚嘅感情同埋私人忠誠。就算將軍想造反，士兵們都唔一定願意跟住幹，終歸大家只係臨時搭伙，冇咩過命嘅交情，憑咩陪你送死？第8招就是以民治武，地位壓制，文官全領域對武將火力全開，各種貶低，各種挑釁，就係盼住邊個脾氣暴躁嘅跳出嚟，即刻殺雞儆猴。宋朝以後，武將嘅地位跌到落谷底，皇帝請你飲杯酒，你就得將軍權交出嚟。趙光義做皇帝嗰陣，仗點樣打都係佢親自指揮，將軍們只要幫佢孭鑊就得，而且用文官嚟壓制武將，令武將始終處於一個被監視、被懷疑嘅狀態，淡樣佢哋就唔敢輕舉妄動。4. 成敗實錄，權力博弈的真相。講咗咁多制度設計，我哋再嚟睇下歷史上嗰啲成功造反或者試圖造反嘅案例，睇下佢哋係點樣突破呢啲限制嘅，又係點解成功或者失敗嘅。首先講趙匡胤，趙匡胤就係典型嘅成功奪權案例，佢唔係人最多嘅。無論係喺後周內部，定係喺全國多個割據政權之中，只係所處位置比較好，可以直接控制開封。佢係點樣做到嘅呢？佢先散布契丹入侵嘅大話，攞到咗指揮權。當然，光有指揮權冇用，調兵權唔歸佢所有，所以大軍按照既定方案，由各馬步軍指揮使帶領北上。大軍行到陳橋驛嗰陣，趙匡胤嘅親信們發動兵變，奪咗馬步軍嘅指揮權。呢個時候，趙匡胤就集調兵權同埋指揮權於一身啦。於是大軍掉頭向開封行進。呢個就係事件發生喺陳橋驛嘅原因。兜呢個圈
就係為咗喺馬步軍指揮使以及監軍手上奪權。但係就算係啖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，平叛同埋清理老軍頭都費咗好大勁，可見造反難度之大。再講李世民，好多人以為玄武門之變就係過場戲，以李世民12位大將軍統領全國兵馬嘅大權，分分鐘就可以滅咗李建成，逼老豆下台。其實根本唔係咁回事。李世民雖然統領將領，但係如果冇李淵嘅兵符以及朝廷嘅公函，12位將領唔可能聽從佢嘅調遣。玄武門之變其實亦係一場大冒險，呢個就係李世民點解一直猶猶豫豫嘅原因。手頭上冇兵權呀，只能夠靠精密策劃走鋼絲，喺玄武門設伏，親手射殺李建成，然後迅速控制局勢，令李淵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，係因為李世民平時並沒有實際嘅調兵權，佢只有指揮權，而且身邊仲有李淵派嚟嘅人監視。再講講安祿山，頭先提到咗安祿山點解能造反成功，唔係因為佢有兵權就幾咁巴閉，實在係因為天寶年間已經積累咗太多各種矛盾，而且安祿山同時掌握咗3個節度使嘅兵權，掌握咗邊軍所在地嘅經濟政權，形成咗藩鎮割據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我嘅地盤我做主，遙尊中央，聽調不聽宣。呢個就係典型嘅軍閥。一個人如果同時掌握咗軍隊內部任免同埋當地賦稅，淡離佢受命於天就不遠啦。安祿山就係呢種典型嘅軍閥，佢集招募、管理、調遣、作戰以及利益為一身，呢種兵權先至係真係厲害。皇帝只能夠乾瞪眼，所以安祿山咁造反。但呢個亦導致咗唐朝後期嘅藩鎮割據，皇帝失去咗對地方嘅控制。仲有一種係蛙變，由下而上嘅，最典型嘅例子就係後唐時期嘅耶都兵變。當時李士元奉命前往宏城平叛，點知佢所率領嘅部隊竟然喺眼石、屬所路、宏城、錦體萬、是近、以是、宏城、膽體、以是、宏城。李士元假裝答應，半路卻趁機走咗。原本想返京向朝廷請罪，但佢女婿石敬瑭卻點醒佢：士兵蛙變，你呢個將領點樣可以除得開關係？皇帝本來就忌憚你，一直想睇機會除咗你，翻去你解釋得清咩？於是李士元被逼又翻去龍城參與咗伴娘。呢種蛙變式嘅造反，往往缺乏組織性同埋長遠規劃，好難真正成功。就算暫時成功咗，亦好快會被撲滅或者陷入內亂。再講講嗰啲失敗嘅例子，岳飛就係最典型嘅。好多人總係認為岳飛如果唔聽宣召，以岳家軍嘅實力可以輕鬆複製趙匡胤嘅陳橋兵變，佢嘅下場就係愚忠嘅悲劇。其實呢種講法太幼稚。岳飛點解唔敢造反？首先，岳飛嘅軍隊雖然號稱岳家軍，但實際上係朝廷供養嘅各級軍官嘅家眷都喺朝廷手入面，大家願意聽你話，亦係因為岳飛打金國最猛，能保家衛國，而唔係願意跟住你造反。聽你話唔代表願意冒住被殺全家嘅風險同你造反。而且岳飛嘅軍隊只係南宋軍隊嘅一部分，仲有其他3位大將嘅部隊，禁軍亦喺皇帝手入面。岳飛如果造反，首先糧草即刻會被切斷，士兵們唔會跟住一個冇糧嘅將軍送死，其次家屬們即刻就會被殺，軍心即刻就會渙散。再者，其他軍隊會即刻嚟勤王，打住平叛嘅旗號嚟攞軍功爵，各地勤王軍躍躍欲試。而且岳飛同皇帝唔係同一個姓，唔可以直接搶皇位，辛辛苦苦做反賊，搞掂皇帝都冇用，捅個亂世出嚟俾人做嫁衣裳，何必呢？所以岳飛只能夠乖乖翻去接受冤殺，唔係愚忠。呢個係清醒嘅現實主義。造反呢個高難度技術活，從來唔係人多就可以成嘅，需要天時地利人和，外加運氣。就算真係有膽領兵造反，且唔講手下將領同埋士兵有幾多敢跟住造反，就算麾下10萬岳家軍都跟住造反，冇地方上嘅支持，冇穩固嘅根據地同埋後勤給養，一支孤軍可以維持幾耐？史上嗰啲造反成功嘅人寥寥無幾，但被皇帝屠殺咗嘅功臣卻數都數唔晒。韓信咁勁，最後被呂后同埋蕭何呃到長樂宮殺咗，而且死前
仲講出咗嗰句著名嘅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飛鳥盡，良弓藏。說明啲咩？說明將軍喺皇帝眼入面始終係個工具人，係個威脅。一旦江山穩固咗，呢啲握有兵權嘅將領就係最先被清洗嘅對象。所以反到我哋開頭嗰個問題，將軍有兵權，點解聽皇帝話？係因為將軍傻？唔係，係因為將軍忠君愛國，亦唔全係，而係因為制度設計得太嚴密啦。皇帝通過兵符制度掌握調兵權，通過人質制度控制將軍家屬，通過糧草控制掌握軍隊命脈，通過監軍制度監視將軍行動，通過兵將分離防止軍隊私有化，通過禁軍制度保持中央軍事優勢，通過更戍制度防止將領同士兵建立私人關係，通過以民治武壓制武將地位。呢一套組合拳打落嚟，將軍就算手握重兵，實際上亦係一個打工嘅，係個高級打工仔，冇皇帝嘅授權同支持，你乜都做唔到。唐朝中後期，藩鎮割據，節度使嘅權力可能會大一啲。五代十國嗰陣，掌握軍隊嘅人可以直接反殺皇帝，但嗰個係亂世，係制度崩潰嘅特殊時期。正常嘅王朝運行時期，權力仲係集中喺皇帝手中，而且去到明清時期，皇帝集權達到頂峰，將軍嘅地位更加係被壓制到極點。我哋再深入諗下，其實呢度面仲有一個更深層嘅邏輯，就係軍權同埋政權嘅關係。喺封建社會入面，軍權係皇權賴以生存嘅根本條件，皇權嘅獲得同埋鞏固係以軍權嘅掌控為前提嘅。為咗牢固掌控軍權，帝王們可以不擇手段。劉邦、趙匡胤、朱元璋等等都係典型。歷史上，帝王手入面嘅兵符成日都係血紅嘅，因為嗰度浸滿咗將軍們嘅鮮血。對於帝王嚟講，失去咗軍權就代表失去咗一切，所以佢哋喺制定軍事制度同埋安排將士嗰陣，都會遵循兵無專主、將無重權嘅原則，無一例外都係將軍隊調動同埋使用嘅權利牢牢把握喺自己嘅手上，唔容許任何人嚟染指。任何靠人心嘅嘢都係唔可靠嘅，唯有制度先至係可靠嘅。槍桿子、官印子、錢袋子，武將掌握嘅係槍桿子，但係佢身邊嘅軍官可不都係佢嘅人。任免權喺中樞嘅，喺你身邊滲沙子，嗰啲都係基本操作。想搞你啦，將你身邊嘅人一換，即刻就可以架空你。仲有就係錢袋子，你有10萬邊軍，但係你糧草係國家供應嘅，冇邊個缺心眼嘅皇帝一次過俾你幾年嘅糧，你咁造反，軍糧一團，你呢度就散攤子啦。真正可怕嘅唔係將軍，而係藩鎮。一個人如果同時掌握咗軍隊內部任免同埋當地賦稅，擔嚟佢受命於天就不遠啦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再對比嚇世界歷史。1783年12月，美國國會舉行咗華盛頓軍權交出儀式，引導官將華盛頓由門外帶到國會大廳，等佢同眾議員們坐埋一齊。佢嘅位置仲唔係喺 C 位，係喺大廳最左邊一個毫不起眼嘅角落。主持人宣布交權儀式開始嗰陣，華盛頓緩緩淡行到大廳前方嘅正中央，面對議員們深深鞠咗一個躬。鞠躬嗰陣，所有嘅議員都唔准企起身還禮，淨係需要用手輕輕掂下帽檐就得。呢個係儀式嘅設計者，美國獨立宣言嘅起草人傑斐遜特別強調嘅。要知道，當時嘅議員唔係華盛頓嘅戰友，就係佢嘅下屬，佢哋仲清一色係華盛頓嘅擁躉。但係喺華盛頓交出軍權儀式嘅重要時刻，嗰啲文官議員們冇擁簇，冇感謝，更加冇痛哭流涕。唔係佢哋唔想，而係佢哋唔可以，佢哋甚至都唔可以顯露出一絲想要挽留華盛頓嘅跡象。因為我哋同華盛頓擁有同一個夢想，我哋係帶住信仰而戰，係為咗自由民主嘅生活而戰，係為咗公平嘅社會制度而戰。而家我已經完成咗賦予我嘅使命，我將會退出呢個偉大嘅舞台，並且向尊嚴嘅國會告別。呢個係華盛頓將軍權交俾國會嗰陣講嘅話，冇對自己豐功偉績嘅緬懷，冇慷慨激昂嘅表態，一切都咁平靜，一切都咁順理成章。甚至講完呢句話，華盛頓只能夠默默淡退出國會大廳，因為佢冇資格參加國會跟住落嚟嘅會議。隨後國會通過決議，決定由文官組成政府，只有國會有權宣戰，並對軍隊嘅資金同埋組織結構
擁有最終決定權。點樣處置軍權呢一步，對新生嘅美利堅至關重要。因為我哋翻睇南美同埋非洲嘅歷史，有太多以民主憲法為起始嘅新國家，卻墮落成為軍事專制嘅案例。所以你睇，就算係華盛頓呢啲偉人掌握咗軍權，都要乖乖交返出嚟，否則佢就係下一個凱撒，下一個克倫威爾。而喺古代中國，將軍們從來就冇呢種選擇，佢哋由一開始就被制度設計所束縛住，佢哋手入面嘅兵權從來就唔係完整嘅，而係被分割、被限制、被監視嘅。結語，所以講，將軍聽皇帝話，從來唔係一個關於選擇嘅問題，而係一個關於生存嘅必然。由秦朝嘅虎符到宋朝嘅以文字武，再到1783年12月華盛頓嗰次史詩級交權，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軍權嘅歸屬，更加係人類文明點樣嘗試用制度去約束暴力嘅過程。皇帝唔一定係最打得嗰個人，但佢一定係掌控咗最多資源同埋信息嗰個人。槍桿子雖然犀利，但如果錢袋子、糧袋子同埋你全家嘅性命都喺人哋手入面，再利嘅劍都唯有收入鞘中。歷史嘅鐵律話俾我哋知，任何靠人心嘅嘢都係唔可靠嘅，唯有制度先至係權力永恆嘅防腐劑。將軍喺戰場上係神，但喺權力嘅遊戲入面，佢哋始終只係一個高級嘅工具人。睇清咗權力嘅枷鎖，你先至可以真正讀得明歷史嘅殘酷同埋規律。我係粵講，帶你穿透文字，讀懂中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